是咱有的一项代志，就是主啊，你是我道歉的主，无别个主。我通过洗，嘛是迄个洗。我若是讲我领受圣灵，嘛是一个灵。无别人讲伊领受的甲我无共，就是迄个灵。我就是这个主名。所以你就来念一首诗歌。
过20、30天，每行过3、4天，但是我拢有一个感谢，就是主啊，有人叫我去当兵啊，有人叫我去当军做大，这是我的兄弟，这是我所发起，你家己伫我名内面的稳定的，互我做一个借鉴，互我做一个用心的，主啊，方向甲目标，我无论云端，我无论在本内面来要讲你的真理，我要讲主用你的名，用你的话，用你家己的亮光，主啊，圣灵的感动内面，包容亲爱的内面，帮助你的真理来回应，完全你个一个去做阮家己一个家庭，特别阮家己当中，家庭内面有需要的，我就做妈妈，心内面艰苦，唔甘或者是寂寞的，我来甲你讲主耶稣，讲一个囝儿，一个家庭，一个业绩拢交予你，完全俾你分开阮，稳定有够压力阮的画面，我来搁一届伫遮靠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满心相信，预备上帝的恩典，凭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，凭圣灵保卫师真理的灵，要常常甲阮来同在，直到万世代无止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